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刚刚在几十个大老爷们手里面啊，抢过来一手特别好看的手镯，最主要是啊，价格真的是低到我无法想象，低到我怀疑人生啊，姐姐们！所以呢，我使出18般武艺，直接抢了一手出来。来吧，姐姐们，小心心赶快点起来啊！我现在马上给你们看这一手料子到底有多好看。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一个葡萄柚青体色的这种感觉啊，这个底妆呢是很干净的，整个绿色呢是属于这种很甜的，甜到心里的感觉。它的条形是非常正的啊，正圈圆条都是可以做的一个料子啊。那你像这样的手镯啊，我们戴在手上，它是瞬间能够让我们回到那种少女情怀的那种感觉，就非常的青春靓丽啊。姐姐们，这一手料子贝贝是不是抢到你们的心坎里面去了？那现在呢，我就从里面随便拿一条做成成品，咱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。